我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民进党立委的选战，部分艰难的选区到即卖也未提名。讲因的党主席杜英泰、甲秘书长罗文嘉，拢拍算要到台北市去选立委。也毋过罗文嘉来澄清，讲虽然无啥物袂使，也毋过因拢是做桥的人，应该让予少年世代。港口嘛是少年世代的副秘书长林辉环是方建议到台中去拼国民党的立委新智慧。 他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努力来打赢这场选战。有人要转战立委选战，民进党顺势公布新发言人来顶替，不过民进党艰困选区未少，像副秘书长林委员就被点名，征战台中市第5选区对上新智慧。对我个人是没有任何选举上的规划，到目前为止。就算的清脆澄清，党中央秘密武器也是未少，像党主席杜英泰传出要等伊发迹地，对上台北第7选区的国民党立委费鸿泰、秘书长罗文嘉顶替议员郭家乐为敌，到港澳地区对上国民党立委李干秀。 还是应该让年轻的世代，他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基本上是做桥了。那如果要桥站到第一线去，也没什么不可以。不过大了无啥顺，换清德连续2天见前总统陈水扁，又搁见喜乐岛联名党主席罗仁贵，不过就是无看到蔡英文、赖清德的合体。这个赖院长对于参与和协助民进党在未来半年这么台湾关键性的选战中，他会跟我们站在一起。民进党拼党内团结，就看蔡英文、赖清德是不是会当配合。